各位同學、各位朋友，大家早晨。今日係2025年4月5號星期六。咁現在又係溫故知新，睇翻上個星期3月31號到3號呢4個交易日個情況變化。咁暫時講呢4個交易日梗係唔靚啦。呢度跌咗落嚟先出陽燭，但係向下移嘅陽燭咧，未係太樂觀嘅。咁究竟下個星期又會係點樣行呢？當然，我哋循例都睇埋其他指數股票，再睇翻呢個恒生指數期貨。咁但係大家相信都知道咧，美國三大指數咧，上個星期四、星期五係大跌嘅。咁佢會唔會影響到全世界市場都繼續跌？因為呢個貿易戰嘅情況，而呢個貿易戰咧係冇前科去參考嘅。咁究竟呢次個市場個變化，只不過純粹都係升升跌跌啊，定會唔會令到結構上即係出現咗啲問題咧？咁我建議除咗我哋玩期貨啦、玩期指啊，或者道指期貨各方面嘅期貨可以睇升睇跌。咁如果係買股票嘅話咧，咁我建議朋友們嘅話咧，我諗暫時繼續觀望下先，因為暫時唔知個底喺邊度啊，亦都唔知市場情緒變化會係點樣。咁如果係我哋玩期貨嘅升升跌跌冇所謂啦，跌升唔到啊跌，跌唔落就升。但係股票嘅話咧，嚟緊會係點咧？我建議大家觀望，睇清楚個形勢係點。情願啲股票升咗上去，蝕頭住買貴啲，但係肯定佢有機會升咧，然後先至落住咧，就會比較安全少少咯。好啦，睇埋其他啲指數都唔使點睇噶啦。美國三大指數大陰燭兩支，仲加埋啲裂口，大陰燭兩支加埋裂口，大陰燭兩支加埋裂口，即係話咧，如果好友要反敗為勝咧，入翻嚟呢個紅底破埋4月份個黑頂先講轉勢。如果唔係咧，暫時個量度跌幅36800，星期五跌到同我呢度爭200點，會唔會跌穿咧？下星期就知啦。如果再跌穿係點咧？下星期做功課再話俾大家知。S&P 跌到嚟有個目標4800，仲爭200點到目標機會都幾大。好友要反敗為勝咧，入翻嚟呢個紅底破埋個黑頂先講反敗為勝。唔係嘅話咧，即係未跌完，有反彈冇轉勢。納指一樣，納指係跌得最勁嘅，跌過咗2成，但係跌過咗2成唔代表佢一定會轉勢升，反彈可以離我個目標1551480都仲有一段距離嘅。咁睇下會唔會繼續跌。咁好友要反敗為勝，納指要入翻嚟呢個底破埋呢個頂，困難重重嘅。暫時而家即係美國三大指數下星期唔大跌，已經真係非常非常之難得啦。咁我哋上證暫時咧呢度未跌，星期五出支大陽燭，睇下會唔會星期一翻嚟反彈，令到起碼哋嘅期指就算要跌都反彈下先。咁就要留意下呢啲咁樣嘅市場情況啦。嗱，但係啲金咧有咗變化嘅。因為之前4月份開始嘅時候咧，跌唔落出陽燭，升得好靚。如果正常呢支升得靚嘅話咧，應該呢度應該係陽燭跟陽燭嘅。之前全部都係咁噶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第9日呢度2日個波幅都超過100蚊，而呢日嘅100蚊真係令佢出咗支陰燭跌嘅話咧，咁即係話全部喺3100上邊買嘅，而家全部坐艇。咁而呢個3150變咗阻力，3100變咗叫中間位，但係而家都變埋阻力，得翻個3050係好淡增持位。如果呢度16跌區間下移嘅話咧，即係話佢落嚟試3000或者2950，再跌深啲咧，要落嚟試2900。咁所以下個星期除非奇蹟出現，再次升破3150咁勁嘅話咧，咁樣跌落嚟都俾好友咁樣陽燭買翻上去咧，後邊升到邊度？可能升到黐咗線都得。呢兩支只不過係震倉，用咁大嘅波幅去震倉。然後再升嘅話，嗰個升幅真係無懈可擊。再升嘅話，唔係咧，大家就要接受佢落嚟調整到3000、2950定2900咧。下個星期做功課，再俾線索大家。其他啲股票咧，700，所有呢啲股票咧，暫時都係希望佢唔好大跌啫。點樣先轉翻好咧？700升翻穿511.5先，9988阿里巴巴升翻穿132先，小米升翻穿50先。3690升翻穿189，即係190先，9618升翻穿160先，388升翻穿360先，5號仔升翻穿89個1毫半先。你睇下連匯豐啊咁強個匯豐呢次都跌埋落去，形勢上咧其實真係唔係太理想嘅。整個形勢都，如果下個星期唔大跌，
都真係上上大吉啦。咁所以大家可以下個星期如果股票上嘅話咧，除非你係玩非常之短炒，可能一日裏邊已經定勝負嘅話咧，如果唔係諗住趁低吸納嘅話咧，都可以等佢低啲先，都唔使咁心急啦。好，最後睇翻你哋嗰個恒生指數期貨嗱，今日睇睇呢度先，同大家本身我哋由呢個底升上嚟，呢個一、呢個二、呢個三，而家終於行緊個調整四浪。我呢度有三格，如果249跌2000點咧，就係229到咗。跌3000點就219，跌4000點就209。當然就算跌4000點都跌咧，都仲距離呢個頂咧，都仲有一段距離嘅。咁當然唔希望佢入翻嚟呢個20262咁恐怖啦，跌到係咪？咁即係話咧，如果而家呢一刻仲跌嘅話咧，呢度只不過跌穿咗呢度，呢度仲沉緊個 A， 我當呢個就係 A 底啦。佢反彈都仲要過翻呢兩個頂，再升先至延續住變咗話咁快，呢度變咗 A、B、C， 然後可以破頂。唔係嘅話咧，如果呢度唔係 A、B、C 嘅話咧，即係話呢個只不過係跌落 A， 就算佢反彈 A， 佢反彈 B 都要穿底。如果唔係咧，繼續沉到個 A 底之後，先至講反彈，然後先至揾埋個 B 同埋 C。完成晒呢個四浪調整咧，先至仲有個五浪升。到時升會唔會破頂咧？到時再話俾大家知。咁基於呢個原因咧，嗱，如果再跌穿25100咧，要去21912啊嘛，即係話我嗰個5條2咧都有機會去跌穿埋嘅。所以睇翻呢度，如果能夠破升得穿23000，上上大吉，先有機會去23200、23400、23600。但係能夠去到23500、23600嘅反彈嚟到呢度咧，簡直要俾10個 like 好友。嚴格上嚟講咧，我認為都唔到嘅，因為23333係舊年個頂位，而家又由支持變翻阻力，好友要過翻23333，升穿23500、23600先至講呢度行晒個調整浪，係咪咁樣行咧？已經係 A、B、C 咧，頭先講咗，唔係嘅話咧，呢個底要穿落嚟，穿你要試5條2同埋22000，甚至係219，即係話呢堆咧未必守得住。基於219係個頂跌咗3000點，所以可能去到219到218附近可能有啲支持力。咁希望跌穿咗呢度之後，呢度個調整浪 A 咧，睇下會唔會喺呢個22000、219同218揾到個 A， 然後先至反彈啦。好，今日個功課到此為止，希望大家都有個愉快嘅3日假期。下個星期再同啲好友同埋淡友繼續搏殺，下星期再同大家做功課。拜拜。